大家好，我叫暗耀若风。今天咱们来玩一下低配版盗版泽塔套装。这是一个泽塔奥特曼人偶，只有双臂的关节可以扭动。这是一个泽塔奥特曼勋章盒子。这是一张姚辉授权卡，还有3个勋章：雷欧勋章、赛文勋章、赛罗勋章。这是一个主体变身器，咱们上一下电池，上入2节7号电池，盖上电池盖，放入一张姚辉授权卡，放入赛罗勋章、赛文勋章、雷欧勋章，打开一下开关。